来这件是民进党的立委高嘉瑜，和伊的前男朋友林炳初甲起卡动手，即摆有上新的进度。讲林炳初除了伤害罪这条之外，其他12条的罪拢会当来换罚金。伤害罪是互判刑8个月，但是扣掉伊已经互受害时间，讲林炳初只要搁互关14天就会当放出来咯。高嘉瑜无法度接受，讲林炳初一点仔都无忏悔，讲即款的司法的判决根本就无法度抹平被害人内心的空喙。主动出面，民进党立委高嘉瑜讲到过去家拍迄个前男朋友林炳初，都满腹的愤怒和委屈，有形或是无形上的一些道歉等等，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人，其实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任何的悔意。那在司法上也难以让他觉得说，好像有受到该有的惩罚。林炳初就算打官司，同款定在咧面册分享好食品，享受自由之身。因为来到2审，怀疑也是非事官判。拢总13项罪名，判2年10个月，其中规则文书、妨害秘密等12条罪，会当立罚金78万，只有伤害罪8个月，毋是立钱，得当准拄煞。扣掉已经互关226天，林炳初搁关14天，就会当互放出人。不管是对家人或是对前女友施暴的状况，甚至在施暴和解之后，还又找被害人要求退还和解金那这样一个劣迹斑斑的人，我想对于法院来讲，在量刑上也应该要作为考量。无法度接受司法判决的结果，不过一切赶快有变数。执行单位新北地检讲，2礼拜内就决定到要予林炳初会当立罚金，也就是讲可能唔若关14天。那林炳初律师嘛讲，若要求改关，得提出伊无共款的想法。那我们也跟律师讨论，依照诉审法相关的一些规定上诉之后也难以改变这个量刑的刑度，所以其实也没有实益。那所以我们才会认为说，以现在的法令，确实对于受害者其实帮助有限放弃上诉机会，不过过去我是上亲爱的人，即马算是伤害伊上当的人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